台南先得话事的负责人陈正清，对自2011年开始呢，利用假话度机会对9名查某囡仔乱来骗赎。今年7号，台南市政府公布名姓，而且伊这4人拢袂当搁再教学。经过台南地方法院的审理，鉴定这陈正清有乱动症，判刑8年。不过，检管基金会表示讲，判8年尔，伤过轻啊。画面内底这个查甫人带几个囡仔去画廊看展览。伊是台南一间画室的老师陈正清，人面册顶悬拢是伊甲囡仔做伙画图的相片，看到甲囡仔的互动真好。不过事实上却是涉嫌几啊届甲查某囡仔性骚扰。没有了，他已经差1年没有拍了。你知道他有一天就说他有事就没有来，他这边有贴一张纸说他有事，然后就没有。在台南北河的画室，铁门拖落来，内底已经拢无人。台南市府表示，在今年1月接到通报了后，就启动调查。确认伊违反绩效法，2月份公告负责人的名，而且这4人拢袂当阁驾册，嘛甲当罚25万。基于他这一次的行为也对多名儿少有不当行为，所以我们基于社会公益，让保护社区中的儿少，所以我们采取公告姓名的部分。因为台南地方法院判决指出，陈正清在2011年到2023年2月份，在教会的时阵，少年耍甲9个查某囡仔性骚扰。拢总犯308件强制猥亵罪，频率真悬，差不多1礼拜就会犯罪一届。法院嘛请嘉南疗养院做鉴定，鉴定出伊有乱动症，判爱执行8年的徒刑。不过，检管基金会认为讲，刑期无符合比例原则。一罪一罚的结果，如果这是对9个孩子的话，3乘以9应该事实上是27，更何况在合并执行刑的时候的考量，那也用8年，为什么不是用10年哈？检管基金会表示，除了应该确保嫌犯刑期满了后，袂对囡仔产生更较大的伤害，父母嘛要教囡仔婚事的自主权，而且莫黑白相信别人，就算熟悉嘛同款，才会当确保袂受到身心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